大家好，歡迎翻嚟我嘅頻道，我係修哥。呢期影片嘅內容咧，可能會影響好多發展商嘅利益，先去片啦。好多朋友應該都知道呢度喺邊啦，冇錯，佢就係中山嘅三鄉鎮。頭先睇到嘅一個地區治理水平得唔得？我諗大家應該心中有數。點解每年都會水浸街呢？對於買咗三鄉嘅觀眾朋友同埋當地人嚟講，一旦出現剛才影片嘅情況係非常之唔方便啦。咁呢期視頻我會從地理位置、產業結構、人口結構、房產市場幾個維度嚟分析。三鄉又叫做小香港，其實好多香港嘅退休人士買入咗三鄉嘅樓盤啦，無非就因為佢嘅房價相對平啫。咁呢個地方適唔適合我哋投資或者養老呢？我今日就唔講優點，專講問題。頭先講到啦，我會從地理位置、產業結構、人口特徵同埋房產市場幾個維度嚟深度分析翻三鄉鎮嘅另一面。首先睇翻地理位置啦，咁三鄉鎮最大嘅就係先天制約夾心位。點解夾心位呢？三鄉鎮佢係位於中山嘅南部，睇似靠近珠海，但係咧佢又卡住喺中山主城區同埋珠海嘅核心區之間啦。結果就係去中山城區辦事唔方便，去珠海香洲消費呢亦都唔近，所以可以講係兩頭唔到岸咯。咁我哋最關心嘅深中通道同埋港珠澳大橋，以深中通道為例啦，咁佢嘅橋頭堡呢係中山東部嘅翠亨新區馬鞍島。咁關於馬鞍島呢，有需要嘅我可以出期視頻講馬鞍島嘅。馬鞍島到三鄉個車程係超過40分鐘咯。呢個時空距離意味住三鄉係好難直接享受到深中通道帶嚟嘅第一波紅利，所以房價嘅想像空間自然受限啦。我哋再睇翻環境啦，其實環境咧佢有兩面性嘅。三鄉靠近個五桂山脈，部分區域嘅環境係清幽嘅，但係佢嘅地形就唔夠平嘅，所以導致咗城市界面係比較舊，發展係好零散，缺乏咗平地起新城嘅大氣規劃啊。對於習慣香港同埋珠海嘅現代都市感嘅朋友嚟講咧，可能需要適應。地理上嚟睇，三鄉更似一個偏遠嘅生活小鎮，而非一個企喺風口上嘅區域。再嚟睇翻產業結構啦，產業其實又決定咗經濟，經濟決定咗收入同埋租房需求。三鄉傳統製造業為主，佢嘅產業核心有五金啦、鞋啦、家具嗰啲傳統製造業，呢啲產業嘅附加值會偏低啲咯。咁帶嚟嘅就業人口同埋佢嘅租房預算同埋購買力咧係有限嘅。嗱，再嚟睇翻投資角度嚟睇啦。第一個冇高端嘅產業，都係以傳統嘅產業為主，就好難吸引嗰啲高質量嘅人才持續流入。住房租金基本係唔會太高咯，同埋房價增值預期基本上係冇嘅。再嚟睇翻人口結構，咁咧邊個嚟做你個鄰居同埋租客呢？第一個人口流動性大，以外來務工人員為主啦，人口穩定性一般嘅。對於養老者嚟講，社區鄰里關係可能就唔夠緊密同埋穩定啦。整體嘅消費水平係偏低嘅。咁啊，譬如話大型嘅嗰啲超市咧係相對缺乏啦。如果我哋習慣嗰啲生活便利啊，或者喺呢度會大打折扣。咁相對比中山坦洲鎮或者中山核心區嚟睇，港人氛圍係一般般嘅。再睇翻三鄉啲樓盤，其實分化都幾嚴重下。
樓盤品質咧參差不齊，大量嘅老舊樓梯樓同埋小型開發商嘅項目，優質大型品牌社區選擇係唔多嘅。咁物業管理水平咧普遍係有大嘅提升空間。由於本地購買力同埋外來嘅投資密度關注度唔高啦，二手房出手需要更長嘅成交週期。所謂嘅價格窪地，三鄉鎮確實係中山嘅窪地。咁呢個窪地嘅形成係地理產業人口綜合嘅結果。填平呢個窪地需要強大嘅外力，目前係基本上冇可能。所以綜合以上情況，三鄉鎮係咪真係唔可以買呢？其實又唔係，佢就係非常之揀人。點樣嘅人可能適合呢？預算非常有限，首付門檻要求極低嘅自住剛需，追求極致嘅清靜，對商業醫療配套度依賴度唔高嘅嗰啲養老者或者係周邊做嘢為咗方便生活嘅剛需。如果係為咗資產增值同埋租金回報，你一定要注意啦。其實買樓咧係大事，尤其喺我哋內地置業啊，信息對稱至關重要。三鄉有佢嘅生活氣息啦，同埋成本優勢，但係我哋需要清醒認識到佢嘅局限性。今日呢份關於三鄉鎮嘅不利因素嘅清單，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關鍵嘅決策視角啦。我係你哋嘅朋友周哥，專注港人喺中山、珠海嘅養老投資房產博主。如果認為我嘅分析不客觀同埋專業，喺評論區打出專業同埋客觀。下一期視頻想聽我分析中山邊個區域，評論區話俾我知，點讚關注，我哋下一期再見。